今次住咗 CP 值高嘅澳門酒店，天台有 Sky Bar， 2樓有共享空間，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紅豆 T。我今次喺澳門住藝舍酒店，酒店外牆都有壁畫可以打下卡，一路行都好舒服。啲壁畫都幾靚，入到酒店大堂寬敞明亮，有間 coffee shop， 2樓共享空間佈置得好得意。環境舒服，有洗衣房，環境唔錯，有打卡位，有微波爐、電磁爐、充電器等等。去攞房，今日 upgrade 咗間房，房間走廊都有佈置。睇下間房先，床都好大，房間都有設計感。台面都有假玫瑰花做裝飾。有茶水同膠囊咖啡機，仲有雪櫃。房間景觀開揚，離遠都見到澳門旅遊塔。床頭有 USB 同埋叉電頭。廁所正正常常，浴室有牙刷、牙膏，仲有Dyson風筒，正喎。枱頭有香薰，但係冇乜味道。整體佈置都舒服。有棵植物做裝飾，沖杯咖啡先。天台開放時間下晝5點至7點，淨係俾住客用嘅。環境唔錯，細細嘅空間有天台，仲可以望到景色。有 welcome drink。睇下日落都好舒服。呢間酒店 CP 值高，我訂嗰陣時係平日港幣400幾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再見。